上搞早。现在是前甲一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，就是已经解说甲正文第38页，已经解说甲正文第38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10节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10节，就是解说甲经上1000部，自客一句亡。即马应该呢，来说来解说下面。下面就是微明出世记。灵一雷神讲，养乐牛宽舌，初中后善良，随地好提类，原是法中王。即马应该呢，来解说这个道理。这就是这位法达啦，听到六祖慧能大师开示了，有所了悟。就非常的欢喜啊！以伊这个机来赞叹，在前面两句就是讲经上3000部，自客一句亡。这是在指家的本身啊，就是讲经典啊上了3000部。本来呢，以为讲上这3000部的经功德非常的大。就起了分别心，控过5万心。但经过做客六祖慧能大师的一句话啦，就将伊这款的分别的妄见，将伊这款的控过5万心来给去掉了。你看六祖慧能大师偌伟大，上3000部的经要上真久啊，但是呢，遮尔正久的功夫。有这种的有所得的见解啊，经过六祖慧能大师的一句话，就一笔就来给搞消。这是前面所讲。下面就是讲微明出世之灵一雷神讲，微明就是讲袂当好明了。讲若是袂当好明了出世的种子。所以叫做讲做出世种子，就是出现在世间的种子。出现在世间的种子，就是在指佛出现在世间的一代事因缘。佛出现在世间一代事因缘呢，就是要开示众生，使众生会当好来悟入佛之知见。那你若是袂当好明了佛出现在世间的一代事因缘的种子啊，灵一雷神讲，这个灵一就是讲哪里会当的意思。雷神就是道生，讲呢就是共业。这个共业就是来自烦恼颠倒，意思就是讲假如在《法华经》内底所讲的，咱世尊出现在世间的一代事因缘的种子，若是袂当明了迄个时阵，哪里会当好来消灭了累生累世以来的这烦恼颠倒呢？这烦恼颠倒啊，无可能啊，该消灭。这个一是停止的意思啊，应该呢就是这种的消灭的意思。在《楞严经》内底啊，有一段就是有一个演dục达多，布头公主，就是讲有一个演dục达多啦。有一天啊，他忽然间想起讲伊头壳无去，哇，起恐怖，就发光就走。这就是咧，譬如讲咱众生啊，无端呢来起了无明烦恼，
由这个无明烦恼的颠倒，就一直加，将迄个微细烦恼一直加到变成一种粗的烦恼出来。这呢，就是咱众生的功德。也这个功德，若是会当来停止，那就会当得到菩提。所以在法在楞严经就来讲，公心若业，业即菩提。我讲这个公心若是会当停止，在这个停止迄个所在呢，就是会当得到菩提。就等于这个眼足达到，伊的头壳本来是好，他会忽然间想起讲，阿姨我头壳无去啊。即晚呢，就出去要找头壳，看到人就问啦，讲你有看到我的头壳无？啊，一寡人也是真正热啦，挑个甲伊创治，讲迄话你头壳到底是对去啊？遮个人呢，明明看到伊头壳伫咧，我哪个甲伊斗落去，讲迄话你头壳太无去啊？害人问一个安尼讲，问安尼讲，愈问伊才愈惊着愈走，哇，就愈发狂。到有一个好心的人讲，这毋是你头壳是啥？对头壳拍一个讲，晓啊！啊，原来我的头壳还伫咧啊！迄当阵伊即个发狂的心就安尼停止啦。迄个头壳本来就是伫咧。在楞严经这段的披露，就是咧说明讲咱的本性本来具足，但是呢，因为忽然间起颠倒，所以呢就迷失了本性。也愈迷失就愈远啊！甲人讲有一天，有即个善知识甲咱开导，咱会当好将咱的迷惑颠倒心甲消灭，迄个所在，咱的本性就显现出来。但呢，你要会当好来消灭了咱的功惑颠倒心，就必须爱了解佛出现在世间的宗旨，就是要开始咱众生佛之之见。虽然众生当然误及佛之之见。对众生开始误及佛之之见的出世因缘，若是袂当好了解，也哪里会当好来停止咱众生累生累世以来会在烦恼颠狂呢？就是发达啦，伊有悟到这个道理，所以在这个所在来表明伊的心迹。下面讲杨落牛款式，初中后善用。就是讲羊仔车、鹿仔车、牛车，这呢是一种的款式。款式就是讲宽卡方便的施设啊。安怎讲是宽卡方便的施设呢？就是讲因为众生程度无甲遐悬，佛即马来讲迄个至高无上的道理啊，无法度。所以只好呢就宽卡方便来讲迄个。声闻缘觉菩萨性，所以佛出现在世间所讲的声闻性、缘觉性、菩萨性的道理咧，这拢是度众生的宽卡方便。伊的真实目标呢，应该就是要使咱会当来成佛。下面讲初中后善用，这呢就是在《法华经》内底有一个初善、中善、后善，在《法华经》就安尼讲啦，讲善男子如过去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密是有佛，何以决定明如来？应供正遍地，明行足善事，世间界无上师。调御中护天人师，佛世尊，演说正法，初善、中善、后善，就是讲演说这个正法呢，分为初善，分为中善，分为后善。这是在《法华经》内底。即嘛，法达法师啦，就是把《法华经》第一品书品内底所讲的初善、中善、后善的意义来甲提出来说明。那啥物叫做讲做初善呢？这个初善叫做讲做日出先照时。那这个日出先照时，就是讲日头出啦，会当先照到迄个所在。那这个日头出来。
会当好先照着迄个所在，到底是照着啥物呢？当然啦，你即马日头出来，也先会当好照着。当然，毋是讲所有的大地拢照会着，尤其是比如讲伊即个日头出来，日头是东边出来，即个东边出来即个所在，若是还佫再有一座比迄个较悬的山甲伊炸掉咧，迄个时阵，安尼即边的大地照袂着，只会当照着迄个山谷。那即个日出先照时，就是伫咧指迄个细阵啊，正先到迄个时阵来讲华严经。那讲华严经，就是当到一生的人啊，会当后来得到利益。搁再过来呢，就是属于中善。这个中善呢，就叫做转教时。那这个转教时，就是讲这个日头出，已经真悬啦。早时呢，即马照倒转来，安尼啦，才会小成人会当后来回笑向大。所以这个日出先照时，会使咧甲伊讲，就是属于刚华严迄个时阵。第二个这个转教时呢，就是咧指阿含啦、红顶以及甲拔节顶。搁再过就是一个翻教时。那这个翻教时呢，就是属于法华涅槃时，就是咧讲法华经讲涅槃经的迄时阵，那就变成每一个众生呢，拢会当得到圆满的利益。所以这个初中后善用意思就是咧指讲咱世尊伫咧讲经说法，上起头是讲上深的。上深的，一般人袂当好接受，袂当好了解，只好呢由浅讲起。但是到最后，原来是回归于真正深、真正圆满的道理。这呢，就是法达法师因《法华经》内底所讲的意思。下面讲随地好摕落，原是法中王。随地就是讲什么人会知，讲什么人会当好知影。在这个火体内底啊，原来呢就是法中王。这个火体就是讲火伫咧烧的厝，就是在譬如片内底所讲三界无安，犹如火体。三界这是一个袂当互咱得到安然、袂当得到安心的所在。就敢像这个火体共款，咱一个人啊，在这个火体中，迄间厝已经火伫咧烧啦。那咱哪会当安心伫咧所在住咧？你若无赶紧走出来，叫火甲你烧死。咱在这个世间的痛苦，实在就是甲这共款。咱这个世间名叫做讲做三界火体。咱人啊，有当时阵为着衣食住、经济上所逼，伫咧做生意的人。哇！下晡3点半到啊，咱的机票钱还阁无够。迄当阵呢，你心肝底那都哭哭叫，真实啊，就草伫咧火体中共款。或者是讲明仔载已经无米好食，今仔还阁无趁着钱，那迄个时阵是毋是在火体中呢？其他有真正济在咱环境中不如意，受到环境的逼迫，使咱一个人心敢像火伫咧烧共款。这呢，就是三界无安，犹如火体，一另外一种的意义。即马才所讲，哪里会知影在这个三界火体内底啊？原来呢，就是法中王。这个法中王就是在指佛啦。在性解篇内底伫咧讲法中王啊，那么九修梵行，现主是呢得到无量无上大果。那么为什么叫做讲法中王呢？这个法中王就是讲佛法中之至高无上者，也就是讲最殊神者。
咱佛所了悟的佛法是至高无上，所以名叫做法中王。遮所讲的随地好体内原是法中王，这意思啊，就是讲，咱虽然是讲未在这个法体内底，毋过呢，咱本来就是基造这个佛性伫咧。那这个佛性就是法中王。所以这两句话较简单讲，就是讲咱虽然是流落在三界内，在这个法体中，但是咱本来基造佛性，咱甲佛呢是共款。一面思愿念今后，方可明念经正业，达将处令现之，亦不得上经。思愿就是咧指慧能大师。慧能大师在这个所在啊，就开始发达，就来讲啦。讲你从今以后啊，才会使你改名，叫做讲做念经经，就是讲正实在会晓念经的一个出家人。那意思就是讲，你过去啊，虽然是伫咧念经，但是呢，你袂当家己叫做讲你是一个念经的人。因为你念经毋是讲干那嘴念嘛，应该在心念。心念就是讲你内心爱有体会，有体会有应用，安尼毋正是有符合着念经的意义啦。你现在是已经对法华经的道理会当体会，以后会当安尼应用，所以你啊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念经证。下面讲达将处令现之，亦不得上经。这个达呢，就是咧指发达。讲这位发达啦，将处就是讲将这个所在，将这个所在呢，就领纳了现之。这个现之呢，就是真正奥妙的道理。领纳了这个奥妙的道理啊，但是呢，也是无有停困，无停困伊的上经。因为上经就是属于事上的修行，了悟道理就是属于理方面。理了解啦，事同款爱修。假如讲了解迄个理了呢，就无修啊，变成讲做执理废事。在咱佛本中有一句就咧讲做执理废事三世佛愿。你单单执迄个理，你无好好用功修行，安尼呢变成啊。离开佛法，愈离就愈远。所以才讲，这位发达啦，已经了解经典的道理了，那是啊，无将这个上经的这项功夫给停止。那这个呢，就是互咱各位做一个模范。咱各位过去对佛法无了解的时阵，咱戆戆伫咧修行。咱毋通讲对佛法了解，佛法讲理真深，佮你毋通执着啦，毋通安怎样啦？从咱呢，所废弃了事上的修行，不但袂使你废弃了事上的修行，咱对这个理有了解的人，更加呢爱认真修。就是讲过去你若是咧念佛的人，更加认真念；过去你咧拜佛的人，更加认真拜；过去你咧上经的人，更加认真上。安尼才会使。即嘛讲到这，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开始发达这部分的，拢做即嘛解说了。所以就是要来说明对地通的说法。下面讲经地通受州安丰人，初看连溪经约千余遍。义不会三心四谛，历史究解其义。此曰三心者，清净发心，念之成也；万万报心，念之地也；千百亿发心，念之行也。若你本性别说三心，即名有心无谛。若我三心无有自性，即名四谛菩提。听我记曰：自性即三心，发明成四谛。不离见闻言，悄然定佛地。
五金为逆说，提神应无味。木刻理求者，将日说菩提。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对地通的开示。讲地通，那就是讲有一个出家人，伊的法号叫做地通。这个地通呢，讲是属于寿州安丰人。这个寿州安丰啊，那这个安丰寿州安丰就是咱现在时的安徽省属于安徽省，在这个寿关的所在，迄带人讲初看灵溪经约1000遍。初呢，就是讲开始、起初的意思。讲起初伊来看灵溪经，这个灵溪经呢，我那是看正一遍，看偌一遍看1000多遍，无简单啊！一个人会当看灵溪经看1000几遍，这嘛是要相当有耐心啦。你甲人讲，若是无相当的耐心，哪里肯来看灵溪经看1000几遍呢？二不会三心四谛。讲伊虽然是看灵溪经看了有1000几遍，确实呢，袂当好来体会三心四谛的道理。对这个三心四谛，在演教大师的正道国文来讲三心四谛体中原，意思就是讲三心或者是讲四谛啊，乃是咱的自性本体中啊，本来就是源源其足。这个三心四谛，这呢是由觉性功用所得到的名。这个三心就是法心、报心、应化心。四谛呢，就是台湾境地、平等性地、妙观察地、生所作地。也对于这个法心、报心、应化心，伊就甲台湾境地、平等性地、妙观察地、生所作地这个道理，这位地通法师袂当了解，所以呢，就礼师求解其义。礼师就是讲顶礼六祖慧能大师，求解就是讲请求解说，其义就是三心四谛的道理。这位地通法师啊，虽然是讲看灵溪经有看了1000多遍，确实无法度去了解三心四谛的道理。因此呢，就来请慧能大师解说。在下面，慧能大师呢有解说一语道破，所以已经有修行、有得到开悟的人，甲咱一般的人对佛法的看法、对佛法的解说啊，会使讲是无共款。在下面，慧能大师所讲的三心，所讲的四谛。那可以讲是对咱自性的体相中的道理来说明，非常的简单，非常明了，非常会当互咱得到实用。所以这部经内底，六祖慧能大师所解说一寡道理，虽然呢，毋是咱经典上所解说，却是解说了呢，非常的适当，咱呢，应该好好在这个所在来体会六祖慧能大师伊这款的不入文字、教外别传的意义。最开先听讲，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，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。